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今日确诊的这个人数已经降到54例，另外死亡人数虽然比昨加起来吼有加较悬，咱看讲今日是8例啦吼，但是咱看到整体这个趋势是互咱较乐观的。另外，即阵都要防止到这个 Delta 病毒，咱昨嘛讨论过屏东这只啦吼，即阵咱嘛看到讲因这个准四级已经来到这个第4天啊吼，伫遮咱嘛爱来讲到即个咱讲这个调查啦尤其这个是按14734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感染的这个咱讲人可能甲这个邦寮病院有相牵连咱讲本地看到这个秘鲁这个马孙带倒来了后，因去这个邦寮病院去做一寡这个体检，等下咱嘛有这个图会当互大家来去看一下，看因时间上到底有啥物这个牵连的这部分。另外，咱嘛来讲到这个防止到规个啦这个咱讲Delta病毒搁传起嚟，伫遮咱都要紧来重点，所以这个邦寮病院遮体检咱都要继续来去加强。另外，咱嘛这个针对疫情的这个变化啦，真侪研究嘛指出讲 mRNA 这款病毒会当维持咱讲这个疫苗啦来对抗咱这个病毒会当有较有效的这个部分到底这个咱这个 Moderna 也好，还是讲这个 BNT 也好啦伊一世人的这个影响到底是啥物？有人讲隔偌长然后来去做，这嘛是一个这研究的这个调查。另外，咱嘛会当讲到是毋是台湾会当来争取到 Moderna 伫台湾量产？今日咱嘛看到讲这个国务院这个院长梁院长伊嘛伫这个记者会头顶讲一寡咱讲外交人员伫遮真拍拼来去做勘算目前咱讲这疫苗第2厂可能开始咧规划做一寡这个生产的这个动作，尤其咱讲做这个发酵也好，还是讲其他这个分种啦台湾遮可能量能安怎来去盘点这嘛是一个重点。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国外买疫苗，即阵国产疫苗这个进度咱看到讲这个第2间联雅伫咧礼拜时阵嘛做一寡这个其中报告啦，到底这数字是好也是毋捌咱今日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咱要邀请成功病院牙医科主治医师李秉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3位咱要邀请任正院总院长嘛是咱经卫生署的这个副署长李明庭。下面好，大家好。首先先带大家来看这个指挥中心下晡安怎甲咱讲。今天的COVID-19 的确定的病例。那里面有本土病例有54，医检这边阳性的有17名，那死亡的个案有8名，新北市有22名，那台北市有20名，桃园市、新竹县各4例。彰化县2例，基隆市及屏东县各1例，病例也渐渐的在往下降，也不排除说在礼拜天最后的一些采检量比较低有一些关系。屏东在Delta这样的一个群聚，所以这14734也确定是我们的Delta病毒株。那他太太的14816。那它的基因定序还没出来，14734现在的疫调我们积极在进行，还没有找到这个关联的感染源。台南的群聚它的基因定序，英国的变异株是台南跟屏东的这2个应该是没有关系。这110万剂的分配。它第一个是根据大家已经造册好第5类，跟其他机构含矫正机关的工作人员尚未接种的人数。第2个在各县市 Moderna 疫苗第1剂接种的人数。第3个是各县市的65岁到74岁的长者，我们先发30%的人口数。先带大家来关心咱这次这个屏东这个案啦本地咱想讲这个马孙甚至传互伊这个隔壁亲戚，因讲敢若安怎，敢若1分钟的这个见面，也是讲倒本数，因就徛伫这个门口口，这个1.5公尺，安尼去烧的着。但是咱若是好好来去厘清了后，可能啦因伫邦寮病院所接触的这个部分烧话来烧去啦咱看到讲伫咧这个马孙伫遮。因迄天这个是6月14的时阵，搁去这个邦寮病院来去做一寡这个体检啦但是迄当阵咱们看到72岁这个14816这是今仔才确诊的。昨咱咧一直查讲，哇，到底这个人这个不明感染源是啥？
咱就去甲吹出来，6月14、6月18、6月21、6月24、6月26，拢有去甲这个病院的这个卡价伫咧。所以伫咧遮，大家都咧怀疑讲，哇，这个基因的这个定数也未吹出来进前，咱就先去看伊这个病例这个牵连。吼，今日虽然这个指挥官，但是中讲这个牵连还佫吹，但是下晡另外这个记者会，屏东县政府。因遮嘛有去用到另外一个时间的这个表啦吼，所以咱讲迄当阵有当时这个看到的时阵是因去做体检，但是即阵可能放疗病院遮较大重点啦，尤其咱看到讲放线好、放疗好，即阵这个小连续3天以来、4天以来，拢咧做体检，即阵可能是放疗病院遮是出大问题啦吼，这个群组感染，也是讲这个医护人员遮吼，也是讲这个体检的这个所在困境，然后有一寡这个困伫内底，也是讲病毒内底无去好好注意，引发到这个小连续。咱讲吼，这个逼出的即阵已经累积14案吼，即阵嘛扩大伫咧吼放疗病院，因嘛讲到6月14以后，你若去过吼，这个病院的人，你就要扩大来去进行体检吼。但是咱嘛会当讲到，这是一个好的咧，咱就家挡伫遮，莫阁互这个病毒别来传吼。首先，咱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咱若去真正查一下，才知影吼过去查袂到的这个物件，结果是伫病院啦吼。但是咱嘛毋是讲这个过去这个放疗啊，遮也是讲放山遮因做是白了工，即阵爱好好甲重点放伫放疗病院。病院是足重要的，病院因为吼，咱有头一个讲好消息就是讲，咱病院的医护人员应该是拢有注意风险。吼，这上重要的去看一个讲，因预防下治疗偌济人，这真重要吼。因为若有注意风险的人吼，伊即便去感染着，伊嘛是真少的病毒，伊嘛袂破病，嘛较袂传染互别人。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就要去好好去甲看一下。啊，当然，伊踮咧遐的病人，吼，这是爱个追踪吼，看看有未来有啥物问题无？吼，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定爱做的啦。所以这张图看起来佫较明确啊。咱看到讲吼，这个案，这个。14816例啦吼，甲这个本早这个阿嬷吼，这个1333，甲这个1332个伊这个孙仔吼，咱看起来安尼，伫咧时间上6月14的时阵吼，这个10点甲这个暗时8点外这个时阵吼，因伫遐做一寡体检，吼确诊了后去做一寡这个体检吼，啊，但是因伫遮吼可能。伫咧无共位，但是因可能行过，伫咧便所啊是啥物，也是讲因佫去做药房去领药啊，等等这些动作，是毋是这个环境内吼非常这重要？啊，另外时间上，咱看到头拄也讲到这个14816吼，甲14734啦吼，因两个这个是一对翁仔某吼，那。逐工啊，毋是逐工啦吼，6月14、16、18吼，看到这个感染色的，拢是有去过这个放疗病院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病院真正是一个大重点啦吼。啊，本地好你家在，昨日又讲吼，这个14734真正若找袂到的时阵，也是讲伊的基因定数还袂出来的时阵，大家会烦恼讲到底伊这本土感染已经毋知拖去到倒位去啊，所以遮大规模伫咧放线好、放疗好，甚至甲下底吼，这个西啊，也是讲这个加入同遮，拢去做一寡这个体检啦吼。但是即阵若是甲目标搁甲缩小吼，就伫病院内底吼，这嘛是较好的这个消息啦吼，刘医师。当然，即马听起来放疗病院可能是一个重点啦吼。啊，当然像咱何教授讲的，就是咱病院内底其实咱为5月中开始爆发开始，伫任何病院拢有要求内底医护人员爱开始紧注意风险。是。所以即马有一寡病院涵盖率是已经足悬的，应该90%甚至要100%拢有做过预防下。甚至到6月14上无嘛，已经预防下可能发挥效果嘛，上无2礼拜的时间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可能医护人员，佫包括家己所穿的这个防护的这个设备以外，看起来即马可能。嘛有针对这个放疗病院内底这医护人员做体检，看起来目前是无啥物大问题。不过即摆会建议可能啊，放疗病院内底有一寡录影的这设备的话，可能要摕出来看卖啊咧吼，来看讲到底伊是对一个所在是毋是有去感染到的部分。即摆上惊是讲。是环境的部分，还是讲是真正像讲两个做要做体检，两个都争拗，这嘛有可能哦。是。那大家有印象的，迄阵伫部那个桃园病院阵，有一个伫后即个后进的所在遐，伫咧等候看门诊，伊讲坐争拗排尔，嘛是对，对啊。是。吼，等到病人无着，是边仔陪伊的家属先去着，哦，这嘛有可能会去传染着。是。哦，所以变做讲当初是迄个马孙啊，迄个阿嬷伊啊，当初是伊的 CT 值足低，代表病毒性足悬的，传染性嘛足悬。伊也无家己做好，家己的保护。第二个后壁伫遐等的即个
农民家己嘛无保护得了做好诶，这有可能就会直接传染着。是。你若讲假使讲，两个其实无啥物关联性诶接触诶时间，安尼就要烦恼讲是毋是环境造成诶？环境造成诶可能就较惊伊讲毋是讲伊尔。这就爱当然爱看讲，迄天即马咱开始会做疫调，迄天以后有去即个病院去就诊诶。可能拢爱做一个体检 ，OK， 来排除这个可能性。是，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屏东县政府啦吼，即阵讲6月14以后，若是去过这个枋寮病院吼，大家就紧来去做体检啦吼，这是非常重要，避免讲吼，咱这个 Delta 病毒吼，伫咧屏东遮佫传开，甚至吼，这个自南哦往北来去传开啦吼。继续请教这个署长啦吼，这个趋势咱即阵来个了清楚，就是这个枋寮病院遮。这个点已经较明确啊啦吼，就是讲咱过去可能虽然遮是这个屏东以南吼，有一寡南部遮吼，这是咱讲准四级啦吼，但是即阵咱大家当吼目标放伫咧这个枋寮病院嘛是一个好的这个观念伫啦吼。继续请教署长。我是真支持迄个潘馆长，甲指挥中心的意见吼，将所有这个病院的人员，包括行政人员也好，还是迄个附近迄个村，规村的人吼，拢甲做一个体检，是安尼可能因为伫咱庄脚，那是讲我嘛是庄脚出身的啦。如果讲我庄脚，大家咧去打手，啊无啥可能啦。迄是讲我出来，然后电视咧甲咱翕来，咱无咋歹势吼。无一般啦，庄脚出来，我甲你讲，你甲我讲，那有可能打手讲话，无可能的代志嘛吼。所以，敢若咧。骑机车共款啊，你拄则骑机车，拢有戴安全帽嘛吼。你当机车，当伊庄脚骑机车，你看有人戴安全帽，大家嘛想讲，我甲恁斗近近的，我那这个第一安全帽要创啥？伊嘛是无咧甲注意这，所以并毋是讲伊故意的，但是伊就是有当时感觉会防护气啦，所以我是感觉规庄头拢甲体检一下，安尼可能较适当。OK， 就是可能较草地这个所在吼，有当时啊，这个观念嘛是这个环境啦吼。地书你讲啊，我就伫边啊尔，就袂去滴，还是讲袂滴安全无，袂去对喙炎吼。但是即阵咱嘛是全国防疫三级啦吼，继续甲这物件做较透漏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好消息，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54例吼，咱讲是3级警戒以来确诊数上低，昨咱的这个死亡个案是上少啦吼，所以咱死亡个案伫遮吼，昨是这个3例，虽然这个死亡个案今日增加到8例啦，但是咱看到就是过去可能延前2礼拜甚至3礼拜这个数字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规个这个解除隔离的这个人数的这个部分，即阵嘛来到这个1万多人吼，7:5的这个比例啦吼，另外因为咱讲量能嘛增加，即阵吼。过去咱讲迄当阵台北市啊，改做2个人一室，即阵豆豆嘛当恢复做1个人一室吼，所以咱量能会当恢复，即阵就是爱防止着阿尔法病毒了后，这个 Delta 病毒吼伫台湾的这个侵入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新北市22例，台北市20例啦吼，会当继续来去往下吼，来去做一寡这个趋势这个部分。同时，伫遮新德光阁有4例啦，彰化县2例，嘉南甲屏东阁有1例啦。屏东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即个咱新的这个部分啦，是嘛是共款是 Delta 的这个部分，所以咱个吼遮都爱好好甲停止吼，莫阁互伊阁拖落去。咱讲解封才有希望啦。另外，咱即阵特别来看讲吼，这个指挥中心今日下晡的这个记者会内底，阁有一大重点，就是咱头拄仔讲到，国外买疫苗可能咱受到限制。伫咧精细啦吼，咱嘛有听到讲，哇，泰国即阵 AZ 的这个疫苗可能会当豆豆供应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部分。国产的疫苗，咱可能有拄到一寡这个状况。有人讲，这个联亚第2期的这个咱讲数字吼，毋是吼，这个甲国际这个预防社比起来吼，可能有较差淡薄，但是是毋是安尼？但是第3种方法啦，咱过去嘛有讲，哇，咱量能无够的时阵，咱先拒绝这个 AZ 的大纲3.1档啦吼，但是即阵时空背景拢总无共啊，咱即阵若是有这个外交人员来甲咱看线，咱是毋是会当吼？大纲倒位咧，咱讲 Moderna 这个部分，另外就是要开始盘点哈，咱指挥中心安怎来去运用，咱先做来听。授权量产和采购还有国产，都是我们政府同时并进的不同的策略。我们要如果要下面跟不管是 Moderna 或其他的疫苗公司要联络的话，我们最主要是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有足够的量产的能量。所以是这步是最重要。那我们的食药署跟经济部的工业局他们联手，不久前开一次会，了解目前国内的量产能量。我想这是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才可能去跟不同的厂，包括 Moderna 去跟他们去协商。
这里面厂商本身当然有意愿，像这个是一个过程了，不会是一点。所以我的了解，我们的外交人员其实非常之努力扮演牵线的角色。那牵完线之后，我想又牵涉专业，然后在国内再来接手，所以其实是一个程序在往前面去走。这个疫苗药厂跟那个不管跟哪一个国外的这个授权那个量产是到时候成的话是由国务院，绝对不是，我们是任务导向单位。可是我们绝对不会是与民争利，所以如果大家努力争取到授权量产，我想我们国务院能做是在技术上面的这个协助，可是不会是在我们自己新建的疫苗药厂会做这个事情。是咱看到讲吼，国内咧争取到 Moderna 这个授权，咱看到讲韩国5月时阵嘛争取到这个 Moderna 啦，咱讲即阵嘛是一个疫苗的战争啦吼。咱讲吼，这个过去嘛，人讲吼，即阵的这个战争就是看袂到这个武器的，但是细菌病毒都是战争，即马连这个疫苗嘛是爱战争啊啦吼。啊，因为咱看到讲国际无爱互咱的，就是无爱互咱买啊，伊无爱互咱，啊国际有真侪种这个压力伫的啦吼。这是第一个国际上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去年咱拒绝 AZ 这个大纲。这部分，因为咱量能也无够啊，这个但是中部长的讲法嘛是讲，迄当阵为什么无爱开发到 mRNA？ 这是咱讲吼第三个部分，国产疫苗，咱迄阵地度吼，地伫咧这个处单位2倍制吼，就是咱看咧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啦吼，因去做这款代志啦吼，就是讲疫苗这个开发这个部分，但是即阵时空背景嘛无共啊。这个疫苗可能嘛要做第三剂落去啊，即阵有能量吼来去争取到Moderna大纲，应该是袂歹吧？对咱台湾的这个吼，咱讲规个这生机产业啦吼，何教授。这两方面啦，咱袂使讲拢永远拢是拢家己来看咱家己是安怎想。哦，这咱对咱较好。咱即马来想，到今仔日为止，吼，这个全世界吼，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吼，产能嘛是无够啦，吼，拢无够全世界人来用，所以什么人会当贡献讲我来帮忙这部分，安尼嘛是一个贡献，这是真重要。头一个，啊，第二个当然。咱若做迄个部分，咱英国无啥会晓的时阵，尤其是头前迄两部吼，一部因为做 mRNA 这个疫苗吼，头一个是迄是用一个霉素来改做，迄毋是就是改做出来。啊，即马第二个就是改包起来，改保护起来。啊，第三个再来分装吼，所以头前这可能是一个技术，啊，即马咱若会当甲因大讲的时阵，咱嘛会当学着这，就当然是对咱有较好。啊，咱大家拢有咧讲，中央研究院有咧研究，有这个技术，有这个技术，啊，毋是咱袂使讲这个技术，迄是叫做啥？迄是叫做实验室内底研究呢。咱实验室内底研究是真一点仔物件呢，小规模一点仔，对。啊，对这一点啊吼，做研究，改变做会当变做产品，这中是一个真大一步。咱来捌这款这个重要的无共款的物件吼，所以这是真重要的认识啦吼。啊，即马再来就是讲，咱国家有这个产能是国家的代志，我想应该这是产业的代志啦，这是产业的代志。因为咱国家无可能即马袂讲去，咱的国家来起一个国有的一个疫苗厂。对，应该毋是一个啊，迄个国务院迄吼，迄应该是做研究用啊，吼，就是讲像我拄仔讲，实验室咧研究的时阵，啊，甲做生产的时阵，中有一步爱做较细，啊，做一点啊，先来做临床试验啊什么，哦，迄是真重要。国务院的角色就是做迄个帮忙吼，甲你甲这个甲 bridge 起来，吼，甲这个桥梁构起来，所以。后摆是啥物人要去做？迄应该嘛是私人产业的代志。好，所以咱即马来看，当然是很乐观其成，看会当有这个，因为你若有一个大纲，你就有一个基础吼，啊，就会当个咱拢真聪明啊，咱会当学一项，咱就会当个做足侪项啊。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啦。所以两项代志，一项是贡献，一项是咱家己会当个较
更加 upgrade 一个啦吼。对。这贡献就是讲，这个全球疫苗拢欠的这个时间吼，咱看到讲啊，国产疫苗即阵可能还对袂起来，但是咱当透过代工的这个方式供应吼，除了咱台湾以外吼，佫有真济重灾区的这个部分。另外就是讲，咱来当透过讲，这无共款的这个厂商啦，因有的人会当去处理掉这个，咱讲疫苗，伊嘛是来做发酵啦，有一个反应的这个部分。另外去甲包装，安怎甲分装，然后这疫苗才完成，才会当来去做。咱讲这是台湾的这个厂商，虽然大家拢是小小一间啦但是伊无共款的这个厂商，有无共款的这个人物，咱讲这个产业才会当甲斗做伙啦这嘛是另外一个咱台湾学习的这个机会啦但是头拄咱嘛有听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院长伊讲因是一个任务性的这个导向啦就是讲因袂去甲这个产业来去做竞争，但是咱讲台湾过去拢有一寡这个官僚的这个体系啦就是讲哇，这个公务人员唔敢去做一寡较大胆的这个试验伫咧但是这回啦咱讲，因为咱这个国外疫苗嘛是受到障碍。国产的疫苗遮可能嘛无法度伫咧7月还是8月咱等下看迄场度就知影，安尼对起来。但是即阵代工是另外一个真好的这个机会，但是安怎拍破着一寡这个法规的这个限制，咱阁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尤其咱看到讲台湾生技产业过去有话讲哇，咱要这个有真济口号啦但是买手拢是这个败买来收场啦避免安尼状况，无咱就可能伫咧这个疫苗这个战争内底又阁输去啊，刘医师。其实台湾生技的人才应该算袂少的啦不管为大学开始到研究所，其实伫台湾我算袂少间啦主要是这人才培养出来了，敢有法度确实留伫台湾来发展伊所学的这知识，这是一个咱全部的政府要去思考的问题。现在无得发挥伊家己的这个知识个伊的能力，主要第一个是伊无这个环境啦因为咱较早的生技，这个生物科技的场所，大部分你拢看短期的期间啦，就是讲。你像在制造这预防车，也是要发展一个药啊，这看拢是足长期的，投入去的这个环境的物资啦、这钱啦，其实拢足济。你若要以台湾的任何一间公司，讲要投入的钱，其实拢无够啦。所以你一定拢爱政府的帮忙。因为咱台湾阁算一个民主的国家，你无就像讲像我国家，伊可能伊有一寡产业其实拢甲伊家己的国家本身的投资有关系，所以你看是安那，伊即摆爱特别讲，伊袂甲即民间的企业去争这个咧，有可能伊是讲一个技术的即个短势尔，也是讲甲你加工，甲你指导讲你这要安怎处理，你这个民间的企业家己爱有这个能力，会当家己去发展，主要就是从今伊讲，变做到时阵你阁变做震动，有人过来。讲叫讲，你这是毋是国家阁要摕要趁钱？是毋是阁要炒股票，还是讲阁要趁什么的这个这个算疫情的灾库了，对吧？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这个时阵大家应该放下讲这个对立的部分啦，是应该讲，当即摆是安要，或者疫情控制落来，这算一个。那烧钱的物资共款你看是啊，咱家己爱发现，爱家己发明飞行机，发现这个船，对吧？共款啊，那疫苗家己嘛爱家己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当然，国产的疫苗是一方面。咱代工这方面，当然就是你咧代工的过程中，就像刚拄则何教授讲的，咱嘛会当学着一寡技术，学着一寡知识嘛。你后壁你家己搁要发展阵，其实就会当较紧。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时阵应该是大家爱来支持这个问题。OK。当然，这个过程中，大家应该政府单位、民间单位拢会付出足济努力。问题是，这条线会当牵愈济，甚至愈济厂商会当互台湾来代工。我相信安尼对。台湾后壁咧行的路应该是如何 ？OK， 有影啦咱看到讲真济这个外交系统的咧帮忙一只牵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咱看到讲自疫苗要入来甲咱买也是咧讲有人送这是无共款赞助。有人讲咱钱真济，佫有这个在党讲去做迄个道，咱讲这个 GDP 咱赢偌济，但是咱的物件拢是人管的，甚至互化做是乞食。但是这毋是安尼这个观念啦。有当时咱的这个外交咱讲。这个假金铺其实嘛会当用到伫咧这个时阵表示讲咱的这个外交人员真正有咧拍拼另外继续搁请教这个副署长啦咱看到讲哇，这回这个外交系统会当来帮忙斗牵线是非常重要，尤其咱伫世界上伫这个国际疫苗也咧欠的这个时阵，咱会当透过这种系统来甲咱斗帮忙这是非常无简单的，尤其伫咧世界打压这个状况啦。继续请教副署长。这是拄仔两位。所讲的共款啦，
去年5月，应该是5月30对了吼。是。阮叫做台湾疫苗推动协会，迄是民间的组织啦。有较早迄个部长林作元啊，是涂成泽，拢是较做过阮的董事长，了后是李炳英，啊，即摆换另外一位。阮是迄阵就一直同意讲爱推广即个疫苗的政策吼。除了去甲国外买以外，搁互咱的国内迄厂商会当来发展来制作。所以去年5月，阮哋已经敦促这政府会当紧用较济经费来做。个人政府也是安尼做啦吼。啊，即摆才发现着讲，即个一个篮内底毋好加第一项技能吼，加第几项可能加较安全淡薄啊。所以像拄啊阿云讲的迄，咱可能除了说家己做、甲买以外，可能若有需要的嘛，透过一寡迄个外交关系，看外国的厂会当互咱台湾个分装，还是加一个加工的迄手续安尼吼。一方面来增加即个咱国内的需要，二方面嘛当互趁一下外汇。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头拄嘛是共款啦吼。咱讲毋若是即阵咱有需求，其实全世界吼拢嘛是有需求。所以咱讲吼，咱台湾做一个点，台港以外，咱嘛是使去趁咱的这个吼外汇这个存底伫咧啦吼。所以咱讲嘛无放弃着国际疫苗这个部分啊。即阵咱讲外交系统到看线啦吼。所以咱嘛个讨论着咱的这个国产疫苗这个部分啊，尤其大家真关心就是讲这个高端即阵爱安怎爱保行。所以7月底的时阵可能嘛无法度做着，因为讲吼，即阵已经6月29哦，也未去做任何的这个审查，可能伫咧实验性的这个数字内底有淡薄啊吼，爱搁去补一寡这个数字，补一寡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就讲到这个联合啦，有人讲哇，伊这个这个血清专用率，也是讲吼，这个中和抗体这个效价啦吼，拢总吼比咱讲不如这个高端啦吼，但是敢是真正安尼来去看，尤其咱嘛过去讲着。无共实验室伊的这个标准袂当吼安尼吼，因为无标准化，所以袂当安尼做伙来去看吼。但是咱另外一个zan厝的这个问题过来啊，因为高端爱去补啥，补一寡这个文件，补一寡这个实验室内底的这个实验，所以咱看到，那真正要提供咱的这个货，8月15内底嘛才40万吨啦吼。啊，小连线虽然甲12月安尼加起来有500万吨，但是安尼数量根本无法度来去做进行吼。这等下第二个问题，咱再请教吼其他来宾。第一个问题先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就是咱过来比较啦吼，就是讲高端也好，联也好，因即阵嘛是叫做第2期的这个基中报告尔嘛，毋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性的这个报告哈。啊，EUA 即阵可能嘛碰到问题，啊，台湾这个吼即阵吸疫苗这个部分，应该会当安怎真积极来去做一寡这个准备咧？保健无一定是还去做实验 ，OK， 因为这吼文件吼真复杂啦，真复杂，啊，迄规定足真细节足侪安尼啦，所以可能是个补啥物物件，无一定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所以可能伊即马个准备咧就会使啊。是。个联合的即个部分，就是讲大家拢在那边比来比去吼，正常的时阵吼，咱是无啥甲一个产品甲另外一个产品，两个无共款的公司，摕一个标准来讲，我即个较好，即个较好。通常咱会当看讲第3期，伊个有效无效，会当比。在那个之前每一个产品伊的足侪即个指标，因为产品无啥共款，伊做出来物件拢无啥共款，咱是袂讲安尼直接来比啦。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佫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即马咧比来比去嘛，无啥物意思，因为最上尾啊，就是讲咱的食药署咱的 TFDA 会甲伊迄落准过互伊 EUA 袂。若会当准过的物件，咱就甲伊预设讲拢共款好。咱袂讲即个较好，还是即个较好，我要来选一个，迄拢无一定啊。因为即个较好是即项物件较好，即个嘛会较好是另外一个较好。所以可能你若有重要，你若是有比较重要的啥物病你医生就会甲你讲你有即款病，可能拍一个较好，还是有即个可能啦。但是咱对咱普通人来讲伊只要咱的迄个法规单位讲会使，安尼你就甲接受，安尼咱较简单啦。因为咱就要信任讲咱的法规单位，咱的食药署，因咧做因的代志，因为因的专业做因的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代志。
但是我感觉真奇怪，连雅伊会当做1亿，啊是安怎遮慢？伊若做出来，吼，那伊若做，伊顶头讲会1亿。1亿对，啊，即马你若会通过的时阵，咱无一定爱照这个约啊。OK。对，咱若要爱，伊应该会当供应啊。就是约是讲上慢，对无？是。啊，你若有会，就紧做。你若有会，会当互咱紧出安尼吼。当咪应该会当紧出，是安怎袂使？OK。这是我感觉。是毋是因烦恼啦？吼，就是还未过进前，因开始有一寡这个量产啊，有诶放伫咧这个仓库内底，啊，伊惊讲这个效期其实有这个期限伫咧啦，吼，所以伊一个手还未通过进前嘛，毋敢吼开始生产真济。但是伊要做足紧的啦。伊要做真紧吼，若是讲一档安尼啦，安尼算起来，其实咱若是旧年用迄个这个 AZ 的迄个线。吼，这个腺病毒迄种的部分，可能安尼，咱的这个量应该是嘛有够的啊。啊是因当阵就是要开发着国产的疫苗。你的意思是啥？我的意思就是讲，迄当阵 AZ 讲吼3亿大间，咱迄当阵记载袂掉啦吼，无即个量能啦吼。但是咱安尼若是分配吼，无共款的这个厂商。迄是无共款的厂商，啊，迄咱嘛无迄个 AZ 的迄个规格吼，伊。因为伊迄个病，伊是一个病毒，是 P2 吼，对，啊个就不无共款的压力啦，一间咯，迄迄个规格无相共款，咱可能无迄个厂商无一个拄好的啦，若要互伊用迄吼，就是变互伊用迄，啊可能就一直爱改，一直爱用迄个啦，一直爱甲做啊，就改变做别项的可能，啊迄阵可能迄阵咱的厂商嘛想讲。啊，佫毋知迄毋知遐好啊，袂歹。啊，我若互你家己做了，啊，我后摆啥啦？后摆咱收手。因为咱回头去看讲旧年吼开始，旧年即便说即阵5月，旧年的5月，咱点的迄阵啊，佫毋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歹。是。根本就无啥知影讲 mRNA 会遐好，还是即个病毒载体会遐好。OK。根本就迄阵大概就是讲每一个人努力来做，你会晓做。啊，即马上尾看啥物回档出来。OK。啊，当然即马吼。咱就知影讲 RNA 真好，会当真紧做。这个技术，这一定爱有，因为后摆若搁一个新的病出来，这个真紧就会当出来。对。所以这个真重要，咱即马大家拢看到伊真重要。虽然咱无啥爱伊，但是嘛是真重要安尼。OK， 这个咱等下好好讲到这个 mRNA 这个部分啊，有人讲吼，伊这个免疫力吼会当，有人讲会当挡一世人吼，这嘛是有一寡这个研究来去讲的。但是咱搁回归头，咱即阵的这个国产疫苗，咱讲过吼，这是次单位吼两倍剂的这款技术啦吼，过去伫咧这个肝炎啊，好也是讲咱都用这支用真久啊，所以咱技术嘛伫遮较这个老练啊吼，所以较信任啦吼，所以咱用这支啦吼。啊，即阵咱讲吼有一寡这个条件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搁做一寡实验，只保健就好啊吼。但是咱共款这个问题啦吼，有人就讲啊，即阵咱的这个 AZ 也好啦，也是讲咱的这个 Moderna， 即阵 Moderna 也比 AZ 较济啦吼。所以有人咧想讲啊，咱这个国外疫苗拢做过第一下了后，咱再甲这个国产疫苗，或者是 booster， 或者是这个催化这个作用吼。这咱先请这刘医师吼，先来甲咱见解一下，到底这款的这个部分，尤其咱讲吼，国产疫苗还有无共款的这个功能，有的时阵咱就讲吼，伊的这个功能可能伫咧第2剂啊、第3剂看较有啦吼。虽然咱讲这个保护力可能无看到，因为即阵数字嘛无嘛吼，所以伊的这个功能定位就甲伊定做是这个催化剂。咱做过国外疫苗了后，再来做国产疫苗，安尼会通无？哦，这可能讲愈大愈长的路爱行，伊这算讲有教着男咧做这件代志，大家烦恼讲这是毋是影响到第1剂甲第2剂的效果？哦，你看咱像即摆有较有的研究男咧做的，包括像讲咱会想用 AZ 男这个辉瑞的，吼，就是 BNT 的男咧做，看起来敢袂歹。不过你讲 AZ 要甲莫德纳做伙做，即摆来讲，咱都已经欠这个资料，会当来确定讲是毋是像男咧做。即讲第2剂，咱就开始大家拢咧争论这个问题啊，吼。甚至讲你若讲要甲这国产的疫苗，咱讲要这次单位2倍剂，是毋是伫遐做第2剂、第3剂？我想这应该争论会愈大，因为第一个就是讲，即马你上紧会当为这次单位的疫苗会当先出来，有时先观察这 Novavax，哦，你若 Novavax 先出来，伊会当先摕来男咧做。看起来效果确实阁真正袂歹，是哦啊，当然大家会当甲当做第2剂还是第3剂的催化剂，哦啊，这时阵咱过来回头等下看咱台湾这2支，高端甲联雅是毋是已经通过这个紧急授权啊？啊，这时阵咱家己都要变做一个本土的实验。OK， 你若讲本土的实验有人
决定要摕来男女主做第二剂、第三剂、这催化剂，安尼当然会当家己当一个台湾的家己一个本土的研究。哦，问题是当然这已经搁跳一坎去啊，因为你第三期的这个机动的报告还未出来，向跳去男女主，这可能应该大家争论会愈大，因为你变做像咱之前何教授捌讲过，讲你无一个完整的纯正的报告出来，就是讲，我第一车主高端，第二车主高端，哦，这个效果你都还未出来，这个纯正的报告你还未出来，你就马上摕男女主的报告出来，人会质疑讲，你到底这个效果是你产生的，还是其实是第一车的功能？哦，这人唔知，人会唔知影。是。哦，所以我是感觉这男女主的部分应该是愈长的路爱行。OK。啊，即摆来讲，联雅甲高端伊爱面对的问题就是，伊要安怎甲大家讲，确实我即摆放落即个真实的环境内底，伊是真正有保护力。哦，所以这当然爱靠第三期来甲咱讲。哦，啊，第二期来讲，当然足侪人即摆要摕来做比较，是因为讲，因为因两个的做一做过程应该差不多，主要是差伫讲因摕即个蛋白质甲即个佐剂吼，这两个无共款。是。哦，引导出来即个免疫抗体，敢若无小可无共。哦，啊，是毋是真正伫真实的即个环境以下，两个比较出来共款的抵抗力，哦，有效的效果，这当然都要靠第三期来甲咱讲答案。有影啦吼，所以即阵咱讲吼，伫咧 EUA 的共时阵，咱会当吼做回来去进行，咱要拼咱台湾这个 EUA， 但是咱讲吼，这第三期该去做的都要去做，然后咱讲吼，尾啊要摕到这个药证，咱讲吼，伫咧友邦也好啊，伫讲吼，这个盛行率真悬吼，也是确诊济吼，较济这个所在拢来去做啦吼。联雅嘛讲吼，按算要伫这个印度进行万外人的这个试验吼，但是咱看到讲全球疫苗其实伊是多点吼，毋单干是一位，可能是20几位啦吼。啊，咱看到讲德国的这个案例，因过去嘛有底伫咧一支的这个希望，但是伊尾啊47%尔啦吼，所以这个比例内底吼，可能嘛是有一寡这个争差啦吼。国产疫苗还佫注意啥？咱佫先请教这个副署长。对我来讲，迄番差不多9工前，伫疾病管制署有开迄个咨询会议，是讨论过。迄阵啊，大家讲共同拢决定讲，伊上好是卖混打。哦，你讲除非你是拄第一剂你有严重的副作用 ，OK， 迄种咱才该注第二种。是，但是爱注的是爱非常的小心啦吼。因为国外你有看到讲你注第一期注 A 剂，第二期注嘛，等下发现迄个副作用更加大。OK， 啊，所以阮迄阵啊会议，阮是决定讲支持卖混打。啊，但是你若要混打嘛，有条件就对啦。毋过即摆看起来，拄仔听迄个何教授讲过，讲伊嘛是做国产的吼，是，敢若拢做单纯，无啥物副作用的吼。啊，我看起来，咱国家做即两种疫苗，可能看起来比较到目前为止来吼，应该是最无有副作用的迄一开当期待啦吼，开当期待啦，所以搞不好你若未当去做别种啊，咱来做咱家己国产的疫苗吼，又去做第二剂嘛无啥关系咧。OK。做第二剂嘛无关系啦，咱继续搁请教教授啦吼。有人讲，咱看这个德国的例啦吼，那是真正，因为伊是用这个咱讲原株啦吼，这个武汉的，但是伊拄到真侪 variant， 真侪这个变种的病毒，咱等下好好讲啦吼。啊，拄到这款的这个问题，咱若是讲吼，伫咧这个真侪确诊的这个所在，也是讲盛行率较悬的这个所在，咱这支社，若是因为咱这个原株嘛是无共款嘛吼，所以未来若拄到变种病毒，伊个像这个德国的这个例要安怎？我是有听连阿讲吼，伊已经迄报纸拢有咧写啦吼，伊讲伊已经甲一个甲美国一个大学吼合作，啊要去用即个伊的疫苗吼去做补拍，吼补迄个看是 Moderna 还是？就是伊的这个补充的这个部分。就是补充是。3、4个月还是5、6个月安尼，就是讲咱后摆要搁补一个的时阵吼，伊要去试做一个，这是算做第二期的，吼，就是拍，咱甲伊拍落了资料吼，来看讲，我的抗体差不多有甲本来比是安怎是较好还是较歹 ？OK， 好，这是一个伊要做的吼。因为即个担署长，因为咱拢咧同行嘛，吼是有熟悉啦。伊为咧甲我讲，伊已经准备。叫做伊的第二代出来啊，吼。哦，伊有第二代。第二代就是两个，就是讲本来的武汉株，吼，啊，搁即马即个，搁一个
南非。OK， 有武汉，搁有南非啊。对啊，即摆咱若看迄个地图，南非是上远的啦，所以武汉甲南非咱拍起来可能是袂歹啦。OK， 伊讲伊有这啊，即摆伊会去做。啊，会个调整啦吼。拄啊，即个有咧讲伊的即个佐剂吼，即个佐剂确实因两个量差真济啦吼。这就是无办法，因为大家即个 pandemic 吼，即个全球大流行这吼，大家拢一直赶，无办法讲我甲伊做甲上好再做。OK， 所以拢是赶来做的时阵，一定爱个调整吼，调整安尼。是。所以即个是 OK 啦。OK。但是还佫有一个故事，咱无定讲后摆的时间再来讲，就是巴西。OK。巴西因做了足侪，因个故事其实真好听。OK。后摆再来讲。OK， 巴西这个部分啊，吼，咱才未来搁来研究啦吼。但是咱即阵嘛来看到这个全球吼，咱看到这 Bloomberg 嘛，甲咱统计啦吼，本地咱是防疫这个模范生啊，变做是吼排名第44啦吼。当然，这甲咱的这个疫苗注射率吼有关系啦，搁有咱讲这个防疫，还是讲锁国的这个状态，是入境的这个政策拢有关系，先做来看。5月中本土疫情大爆发，台湾防疫升到3级警戒，3届延长到7月12。最近，佫爆出印度Delta病毒入侵南台湾，疫情持续炭烧。本土确诊人数虽然有较低落，不过死亡率也是比全球佫较悬。也若做疫苗的比率，甲其他的国家来比是输人添添。对政府的防疫政策，大部分的民众为过去的肯定开始变作不满。疫苗不够，然后筛检量不够，如果再买多一点疫苗，可能就只能打国产疫苗了，让人家很失望啊。国外进来的这个防堵部分没有做得很确实，疫苗的购买也没有很积极，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状况。根据彭博社公布上新全球防疫润成的排名，53个国家当中，台湾一声落到第44名，为防疫的优等生落到真后壁。这届4大评分的指标，包括做疫苗的比率，台湾因为比率低，敢若有4%，这个评分的排名就落到第44名。另外，边境封锁严重性的评分是排第37名。也若航班载客率因为运量减91.5%，伫世界各国是排上尾。也若伫做疫苗旅客自由度来讲，评分嘛无悬，排第43名。有立委就认为讲，台湾防疫的排名会落遮尔济，关键的因素都是伫咧买疫苗的政策。其实全球现在有一些国家因应变种病毒的关系，也都渐渐的将国人的疫苗施打覆盖率提升到甚至超过80%。我们真的很急需要我们的疫苗来让国人的基础保护力有所提升。那我相信这些指标都是足以提供我们对于疫情或是我们对于防疫的措施跟计划，我们都会有一些检讨跟改进。指挥中心强调讲会检讨甲改善。立委嘛讲，政府即马遮大坑要来补，态度应该佫较积极。也若提升做疫苗的比率，目标是超过70%，而且边境的管制体检嘛佫较确实，因为接落来爱面对印度Delta病毒，可能会有摊开的可能性，防疫是绝对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吼，即阵排名已经排较后壁吼，但是这嘛无代表讲咱无法度搁积极来去做一寡这个作为伫咧吼。面对着吼这个变种病毒，有人讲哇，这个有 Delta 以外，搁有着 Delta Plus 啦吼，啊有一寡这个突变这个部分，这过去咱嘛有讲着吼，家扫好、发烧也好啊，但是咱讲着吼 Delta Plus 内底啦吼，可能有传播力搁较强，还是讲会伫细胞这个细胞，但是伊安尼看起来，其实全球安尼吼，10个国家嘛才200例啦吼，所以这个实证的这个研究可能也搁有这个疑虑伫咧，咱搁请教何教授。咱即马烦恼Delta 就好啊。烦恼这就好啦。对啊 ，Delta Plus 因为即马即个病毒吼是虾米款的属性吼，咱爱观察啦。OK。啊，即马伊若无流行病学的观察吼，咱袂当讲伊是安怎，因为可能伊传播较紧，啊就会当甲伊代替，就变足上重要。啊是讲因为伊的迄个传染了，哦，就病人吼。病较重，啊死亡较济，啊咱就开始甲伊讲伊上重要。即摆伊才开始尔啦，所以咱毋免去烦恼这。咱甲这个档案调就好啊啦。对对，调它因为正经伊吼，伊的迄落传染力吼足大的，足紧的。就是6成，不6成是甲英国猪，迄个 Alpha 比 ，Alpha 甲武汉猪就已经加5成，所以你1.5乘上0.6就是2.5。OK， 所以真
尤其咱讲伊这个 RT 来讲啦吼，会当传甲一个人传8个人遮尔啊济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面对着印度病毒株吼，这个咱搁要好好来去注意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咱嘛唔免烦恼遐济，咱国家咱其实拢做了袂歹，咱拢去做吹性啦，去吹啦吼，咱其实做了袂歹，唔免惊啊。有一点啊会疏忽一下，有一点啊一个问题，安尼是嘛是无要紧，因为这个是真麻烦的。病毒，咱就爱甲伊较小可忍耐一下，伊较迄落，咱就是无办法甲伊做，较拢完全拢无啦，迄是真困难的代志。OK， 所以咱继续来去做好其他的这个方式啦吼。除了咱嘛讲到，虽然这个疫苗真重要，爱来去做有 AZ 的腺病毒也好啊，即阵咱讲吼，咱会当去拍，会当去做这个 mRNA 这个部分。有人讲伊这疫苗保护力较久啦吼，啊，这个有人讲哇，这个啊，咱疫苗来啊吼，这个中国都开始进行着一寡吼，这个假消息的乌白团，讲吼，这个 mRNA 会改变你的这个基因啊，等等，未啦吼，这指挥中心嘛有甲咱讲过啊。啊，咱讲吼，这个过去啦吼，嘛有人讲到这个新冠病毒吼，还是讲武汉肺炎这个部分 ，mRNA 其实吼对人体这个免疫力会当维持较久啦吼。继续请教刘医师，敢是真正呢？当然，即马辉瑞个莫德纳因家己讲啦吼，当然伊毋敢甲你保证讲即个是毋是你做2重了，就会当保持规世人的，还是讲保持较久的时间。当然，即马病毒伊家己一直咧变种吼，咧变种的过程中有可能保护力嘛关关价价，对一寡变种可能一定会较差。不过可能伊对一般的原始的即个武汉病毒的即个原始种，可能看起来应该可能袂歹吼，啊问题是有可能伫面对遮个变种的病毒，伊可能保护力都有影响，所以伊嘛是会建议讲，你嘛是要有一寡修正的即个疫苗啦吼，所以有可能爱第2代、第3代，甚至有可能会变流感化，伊可能建议讲，像之前有讲嘛，讲有可能严重的，你是即个高风险的，逐档拢爱注1档，吼，啊你若讲较一般人的，可能2档爱补注1档，吼，这拢是有可能的机会。啊，毋过即个是讲，伊咧做的过程中，是毋是真正即个抗体会当维持规世人，这嘛是要观察啦。因为 mRNA 这算一个新的技术，都像当初是咱咧做即个肝炎的B肝的疫苗，一开始嘛认为讲这应该是会当当规世人，结果发现讲，做20档、30档了，发现讲，即马少年的要开始读大学阵，去甲做一个即个检查阵，发现讲，足侪人抗体拢无啊。哦，你也较开始讲。这18岁、20岁才可能爱个补助1针，所以做这个几率是足悬的啦吼。当然，这个爱看讲5档、10档以后了，这个病是毋是还个流传伫这个咱这个民间啦，这个全球啦吼。但是伊这个变种的这个部分嘛是变真紧啦吼，咱吼这个看到讲陈建仁副总统内底吼，前副总统伊嘛写了讲吼，即阵就是爱来甲这个时间来。竞争啦吼，这个疫苗爱紧做啦吼，所以即阵嘛无管吼，你是 AZ 也好，腺病毒的这个疫苗，还是讲这个 mRNA 啦吼，其实有疫苗来就紧去做啦吼。继续都请教这个副署长啦吼，咱讲吼即阵这个疫苗，咱讲其实豆豆会入来吼，其实你嘛有真侪种消息啦吼，大家会当较放心的无？上好是莫放心啦，因为拄啊，咱一直讨论这疫苗，讲咱上平均是平均伫44名的嘿。其实我是感觉讲上好的方式，也是莫互病毒入来。OK， 是自己境外啦，吼，就是咱这外口海关也好，飞行机也好，拢爱守好掉，哦，尽量这人若入来迄话吼，会当能够安尼集中咧管理24天吼。然后自主管理这7天，看有啥物代志无吼，安才会当放心。这第一关可能要做好势，第2关就是咱强调拄仔讲的疫苗要紧做吼，啊若有疫调发生啥物任何像即马南部的代志，还是北部的代志发生，就马上去做疫调，一个都莫放过，拢甲做出来才知讲啊，迄是对咧拖 ，OK， 啊控制好调。尽量控制好势啊！咱老要食酸啊，是要买啥物水果，尽量去买，唔免惊啦吼。我逐工嘛有人寄物件来互我，包括酸啊，包括柳丁，包括毋是柳丁，迄个奶汁啊，是迄个西瓜迄种啊，迄啊是海产，我嘛是照食。啊若无咱家己过来买啊，来甲迄个冰冻遐即马酸啊长熟啦，就来甲买啊。OK， 有影啦吼，就是讲你物件买顿啊嘛，毋是讲直接就安尼买来食，是讲吼切来食，其实你嘛是爱洗过吼。啊，过去你咧做的物件，你就照常做、照实做，安尼就好了吼。即阵咱搁带大家来看讲吼，蔡总统针对着这个Delta 变种病毒伫屏东有最新的回应，先做来看。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从近日确诊人数看来，疫情有下降的趋势。
不过因为传染力强、致死率高的 Delta 变异株侵入屏东芳山，因此我要拜托大家仍然要提高警觉，不可以大意。我们已经加强边境管理，也会跟各县市政府持续合作。前几天芳山因为疫情影响了芒果的销售，不过因为农委会的协助产销，民众的热心购买，短短2天就解决了芒果退订的问题。在这里，我要为我的家乡向热心伸出援手的好朋友们致上最深的感谢。在疫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为前线的医护送便当，筹集各种物资给需要的人，在网络上帮助小店家宣传外卖的资讯，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援前线。这些努力都是台湾社会当中善良敦厚、温暖动人的一面。谢谢这段期间每一位付出的台湾人，因为有你们，台湾才能在每一次挑战当中展现韧性，度过困难。就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啊！吼，虽然咱看到讲阿法病毒吼，伫回这个5月中开始安尼一个清关吼，咱讲其实伫咧台北也好、新北市也好吼，其实面对着真侪难关。尤其咱看到讲吼，伫咧第一时间的时阵吼，疫情调查可能做无甲遐尔好势啦吼。啊，小连说咱过去嘛有讨论过讲吼，这个市场内这个管理，另外即阵是咱发现到伫咧屏东才有这 Delta 这个病毒，但是咱已经有一波过去即款的这个经验，伫咧面对着屏东这个案吼，特别好啊来处理就无问题啊吼。尤其咱嘛看到讲真济吼，这个王必胜也好，有过去的这个经验，伫遮吼就随来前进。设立咱讲真正指挥所吼嘛，发挥着伊的这个功能伫咧。咱即阵都望吼，咱讲屏东这帮疗病院遮收获好势吼，未来咱才有法度来讨论讲7月12有法度来去解封无？就即阵这个经济吼，咱看到讲啊，士林夜市也好啊，西门町也好，毋若是台北市尔吼，咱讲吼真济店家拢收起来吼，所以未来解封遮，但是咱嘛看到讲，今但是中有讲啦吼，伊讲咱第3级的时阵，其实。嘛是有互真侪人吼，真侪第一线爱卫生的人吼，互因做生意，但是是无开放着伫内底食物件尔吼。啊，未来若是讲啊，咱3级会当减2.5级吼，甲2级这中间内底啦吼，咱会当去做啥物款哦，有小可幅度的这个调整咧。我想这上重要是咱全国的人民吼心内建设。因为虽然讲3级吼无讲你袂当来爱你会当开，但是大家拢无去啊。大家拢无去啊，伊就无办法啦，对无？所以这真重要就是讲，即马就是咱会当去，会当该安怎去食物件，去买物件，吼，毋是去食物，去买物件。但是呢，咱安怎爱注意，吼，莫去传染着，这是真重要。啊，即马降到2级吼，起码是。我是感觉上重要就是，互人一种正常的感觉啦，吼，一种心内一种正常的感觉，啊，大家就较免遐惊吼，啊，迄个黄布条，足侪黄布条，啊，个摕落来，对，因为你即马外口袂当去，啊，大家拢走去倒去，走迄卖场，变成拢咧厝内面安尼人足侪，啊，你不如互伊去外口吼，会当。你嘛知啊，你若咱怎啊若有人的时阵，咱嘛是爱挂喙烟，啊若无人的时阵，咱会当休困一下，对吧？就毋免讲随时一个出门，我去阮兜的院子，啊门就爱大起来，啊无我去做一个啥物代志，啊就互看着，安尼嘛，安尼是真无正常的代志。咱嘛希望讲，迄会当改一下吼，啊但是袂正经讲，咱袂当放松，因为但是即马上重要就是安怎？趁即马有一寡，啊，搁有一寡病例，吼，甲伊讲，甲大家鼓励爱去注意风险。不管是安怎，敢若有预防下，甲咱带往前走。因为你著问每一个人，你是要爱吼赤手空拳，但你一点仔武器拢无，啊，你去甲病毒见面，还是你要有一点仔武器，啊，就是。预防社甲你帮忙一下。对，但是咱嘛讲到预防社其实吼，对每一个年龄层，伊的强烈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无共款吼。亲像这个少年辈真正想要做，啊，但是一寡这个长辈有一寡另外这个思考吼，嘛是爱鼓励，但是袂当强迫啦吼。第一现场这个医师你佫看到啥物咧？就是讲即阵拢是这个较时大人来做，但是咱嘛看到讲驻文这个吼，拍村的驻村的吼，大家咧唱啊唱甲。这个线拢变去，也是讲电脑这个shut down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毋是咱不爱做呢，
是比较欠呢？对，即马是讲吼，疫情甲生活吼，那亲爱两边，咱两边一定上好聊，拄好交混是上好啦吼。上惊是讲你开放一边，还是限制一边，吼，另外一边都失去重心，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即马来讲的话，当然，苏局长伊即马希望讲，上无爱做到有两城，问题是这两城看款是啥物个两城啦吼。第一座做两，你若讲两城是第一座，还是讲完整的两城？第二个是涵盖落来部分，这两城也是讲伫少年家，吼，结果重点咱爱保护的，遮个较高风险的人，等到伊住无几趴。安尼其实你安尼开放落去，其实风险啦，吼，就是讲，因为这本来就是低风险嘛，你若确实着那一个感冒就过去啊，吼，啊高风险的伊着伊的死亡率就足悬的，吼，啊当然这个部分就变做讲，其实伊要去看这两城是涵盖里对这个部分啦，吼，啊当然，咱部长伊即马是讲要参考这世界卫生组织甲这国外的这解封的条件，不过我是讲吼咱。台湾的民众甲国外无啥共吼，国外伊迄阵一开始爆发阵就几千人、几万人吼，所以呢基数足悬的啊吼，所以也讲几万人闹来几百人啊、几千人阵，伊就感觉进步足大的啊。啊，佮包括讲，因若已经大家做预防针比率较悬阵，因就足敢解放的啊。啊，因为咱台湾已经伫旧年收甲足好的哦，所以咱的基数足低哦。所以咱伫20几、30几，哦，甚至50几，咱都足惊吓的啊！吼，所以即个我感觉技术无共款，变做讲你嘛做歹去参考，讲对一个较好啊！吼，啊，不过当然这就要抓一个交混的所在。OK，感谢所有来宾，感谢，多谢。